Hello，大家好，又嚟到新聞大排檔。已年84歲資深藝人胡海鵬試咪2018年接受咗通波仔手術之後啦，咁就少咗露面啦。近日佢開設小紅書賬號分享近況喎。見到佢同侄仔盧俊宇回鄉探親，更加拍片親自同大眾報平安啊！盧海鵬中氣十足笑容滿面，擺我而家咩病都冇隻眼唔好，行路慢啲。困擾佢三高問題話已經全數消失，精神係極佳好身體健康最緊要身體健康先試到咪嘛。我哋一齊睇睇新聞詳細內容。歡迎大家再次翻嚟新聞大排檔。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唔該晒各位老友記。現年84歲嘅資深藝人盧海鵬鵬哥近日開設小紅書賬號分享近況，更拍片親自向大眾報平安。鵬哥中氣十足兼笑容滿面咁霸氣宣布：我而家咩病都冇。昔日困擾佢嘅三高問題已全數消失，精神面貌極佳。佢仲大方公開秘訣，全靠好友周潤發哥帶佢慢跑，仲傳授咗獨門呼吸法。到底發生咩事？即刻同大家拆餐型。話說現年84歲嘅盧海鵬，自2018年接受通波仔手術後便大幅減產，甚少公開露面。好多觀眾都好掛住佢，擔心佢嘅身體狀況。近日，鵬哥終於開設小紅書賬號分享近況，除咗同侄仔盧俊宇回鄉尋親，更拍片親自向大眾報平安。從影片中可以見到，鵬哥中氣十足，笑容滿面，完全唔似一個84歲嘅老人家。佢仲霸氣宣布：我而家咩病都冇，就眼睛不好，所以走路走慢點。昔日困擾佢嘅三高問題，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已全數消失。精神面貌極佳，令一眾網民大感放心。有網民留言話：鵬哥精神咁好，真係好開心，見到佢咁健康，真係放心晒。談到能夠奇蹟般徹底擊退三高嘅關鍵養生秘訣，盧海鵬坦言呢個完全歸功於好友周潤發哥嘅熱心協助與帶領。佢話喺發哥嘅積極鼓勵下，鵬哥79歲就加入咗晨運跑步嘅行列，更養成咗每日堅持運動嘅好習慣。佢透露自己每天雖然僅慢跑約半小時，但對促進血液循環同身體機能已有極顯著嘅改善。佢仲話，一開始跑嘅時候都覺得好辛苦，但發哥成日鼓勵佢，叫佢慢慢嚟，最緊要係堅持。結果跑咗一段時間之後，身體真係有好大嘅轉變，連醫生都話佢嘅健康指標好咗好多。鵬哥更即場公開咗發哥親手傳授嘅獨門呼吸法技巧，強調慢跑時切記要用鼻呼吸，而非用嘴巴，因為口部呼吸容易招致口乾，而用鼻深呼吸時，氣一吸即可直接深入丹田，再由丹田順暢噴出。久而久之，便能對全身血壓與血糖控制發揮良性影響。呢個呼吸法簡單易學，但鵬哥話要持之以恆先至見效。佢仲話而家跑步嗰陣都會專注喺呼吸上面，感受啲氣由丹田出入，成個人會覺得好平靜。一直在旁貼心陪伴叔叔嘅侄仔盧俊宇亦感觸良多。佢透露今次特意嚟香港探望鵬哥，最令佢感到震驚與佩服嘅係叔叔喺生活作息上嘅天翻地覆轉變。佢笑言過往嚟探訪時，鵬哥總是慣性熬夜，且習慣睡到正午過後才起身。自己嚟探望時，甚至生怕打擾到叔叔休息。估唔到如今鵬哥為咗健康痛下決心，每日一早便自動自發起身出門晨跑。呢種嚴謹自律嘅生活方式轉變，實在令佢大感意外與佩服。盧俊宇話：見到叔叔而家咁健康，真係好開心，亦都覺得叔叔好犀利，可以咁堅持。呢個盧海鵬爆三高消殺嘅消息一出，即刻喺網上引起極大迴響。大量網民都對鵬哥嘅奇蹟感到開心，同時亦都讚賞發哥嘅帶跑功勞。有網民話：鵬哥精神咁好，真係好開心，發哥真係好朋友，帶住鵬哥一齊跑。
亦有網民話79歲先開始跑都有效，證明運動幾時開始都唔遲。當然，都有網民問鵬哥可唔可以公開跑邊條路線，等我哋都可以撞下發哥。有網民更加搞笑咁話，發哥嘅跑步團仲收唔收人？講到呢度，我哋新聞大排檔又要同大家深入分析下呢個盧海鵬靠發哥慢跑燒三高事件背後嘅幾個關鍵位。第一，呢件事凸顯咗運動對健康嘅重要性。鵬哥79歲先開始慢跑，都可以成功擊退三高，證明運動幾時開始都唔遲。有醫生就指出，適量嘅大氧運動可以改善血液循環，控制血壓同血糖，對長者健康尤其重要。特別係對於曾經做過通波仔手術嘅病人嚟講，適量嘅運動可以幫助心臟康復。鵬哥嘅例子正正係一個最佳證明。第二，呢件事反映咗朋友嘅支持好重要。如果唔係發哥帶住鵬哥跑，鵬哥未必可以堅持落去。有心理學家就指出，有朋友一齊做運動可以增加動力同樂趣，更容易持之以恆。發哥除咗自己跑，仲帶埋身邊嘅朋友一齊跑，呢種分享健康嘅精神真係非常值得學習。第三，呢件事都揭示咗正確嘅呼吸方法嘅好處。發哥傳授嘅鼻吸鼻呼呼吸法，可以幫助跑步時更有效率地攝取氧氣，減少疲勞。有運動教練就指出，正確嘅呼吸技巧對提升運動表現同預防受傷都非常重要。好多初學者跑步嗰陣都用口呼吸，好容易會口乾同索氣，用鼻呼吸就可以避免呢個問題。第四，呢件事都凸顯咗生活習慣嘅改變。鵬哥由慣性熬夜變成每日早起晨跑，呢種自律嘅轉變，正正係佢成功嘅關鍵。有健康專家就指出，建立健康嘅生活習慣對控制慢性疾病有顯著效果。鵬哥嘅例子證明，即使年紀大咗，只要有決心，都可以改變生活習慣，改善健康。第五，呢件事都反映咗公眾對資深藝人嘅關心。鵬哥嘅健康狀況一直係觀眾關注嘅焦點，佢嘅報平安片段令到 fans 放心。呢種公眾對藝人嘅情感連結，正正係香港娛樂圈嘅一種獨特文化。鵬哥嘅報平安片段，短短幾日已經有過萬人觀看，證明大家真係好關心佢。講到呢度，其實鵬哥嘅故事正正係一個活到老學到老嘅最佳例子。佢79歲先開始跑步，最終成功改善健康。呢個故事非常勵志，佢嘅經歷亦都話俾我哋聽，無論幾多歲，只要肯踏出第一步，堅持落去就一定會有成果。總結嚟講，84歲盧海鵬靠周潤發帶跑，成功擊退三高，仲大方公開慢跑呼吸法。呢個故事充滿正能量，亦都提醒我哋，無論幾多歲，只要肯堅持運動同健康生活，都可以改善身體狀況。希望鵬哥可以繼續保持健康，而我哋都會繼續支持佢。今日嘅新聞大排檔就差唔多要埋位收爐，最後都想問下大家，你有冇試過同朋友一齊做運動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哋一齊討論。記住訂閱、讚好、分享，一條龍服務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我哋下期新聞大排檔再見，拜拜。